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係日式裝修嘅單位，一字形嘅廚房，有齊晒儲物空間，工作台面都非常之足夠，家電齊備，配置咗大部分嘅家具，餐台、梳化有齊晒，望出去景觀開揚。樓下呢就係海港城，裝修非常之骨子，區內都非常少有。呢邊就係睡房區，做咗地台床，有更多嘅收納空間。隔離有間細房，可以考慮做書房或者做儲物室。跟住我哋到日式3分離嘅洗手間，右邊呢就係浴室，有埋浴室寶。浸浴之前會喺右邊先沖洗好身體，左邊就係洗手盆、衣櫃、洗衣機，同埋你做大事嘅地方。喺香港好難得可以揾到啲咁嘅設計嘅單位。